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乌克兰阻挡罗西亚侵略到达18天啊！乌克兰是全民皆兵，用轻武器和罗西亚军队伫城市战内底袂较赢。看起来罗西亚有咧着急，毋若将战火拖到离波兰敢若25公里远的所在，伫遐起无空。听讲，搁找中国甲斗相共。美国、北约拢目睭金金在戒备，即马乌克兰甲罗西亚讲要伫耶路撒冷各一摆谈判，咱看到乌克兰对敌罗西亚的效果，嘛来想到家己共款爱有抵抗中国侵略的决心。即马兵役、教育调级，安怎反映愈来愈紧张的国际局势？这个主题，咱今日同齐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欧美所林正义研究员，大家平安。邀请国防安全研究院陈良智副研究员。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即马乌克兰甲罗西亚已经第4摆谈判是伫线顶来进行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讲要甲普丁当头对面来谈判，可能会伫耶路撒冷来进行。即马罗西亚的军队拢调伫乌克兰，吼无一个进展，看起来因有较紧张，用无人道的白磷弹来轰炸，吼，搁请中国来斗相共，即马甲乌海封锁起来，恐惊会有两侧的上陆行动。乌克兰用轻武器和罗西亚的军队趁着铁棒。今日咱小等会来探讨，吼，即马乌克兰有2个市长和罗西亚的军队掠去，吼，美国的这个记者受到罗西亚的军队来枪杀，引起侪国家的抗议吼。咱看到罗西亚对敌乌克兰，嘛想到咱家己蔡英文总统讲，教育调查就是要贯彻就地动员甲就地作战这个问题。咱今日拢要来讨论大兴乌克兰战争上新的报道，咱同齐来看。离波兰边境25公里，伫个乌克兰西部亚利沃夫的这个军事基地，有几多座建筑物倒去，一直庆烟。乌克兰讲，俄军向外北约成员国家波兰边境的军事训练基地射30几粒导弹，造成死伤。Нанесен удар по учебным центрам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населенном пункте Старичи и на военном полигоне Яворовский. На данных объектах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были развернуты пункт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боевого слажива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перед отправкой в районы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这个基地是北约伫咧进行军事训练的所在。北约讲，轰炸迄当阵，因的人拢无伫咧现场。俄国是公布一段影片，显示俄军摧毁乌克兰伫咧基辅一个指挥所，讲伫咧过去24点钟久，向前杀14公里，已经控制顿内茨克4个地区。一个派来一台乌克兰的轰炸机加2台无人机，自行动开始到即马，已经破坏乌方3687个军事设施。即天，基辅西北边的伊尔平一直受到炮击，百姓想要逃走，不过路歹桥断，大家只好过河逃走。乌克兰讲，战火激烈的地区已经有14万平民撤离，不过重要港市马里坡的民众，因为俄军愈来愈晚无法逃走，因无水、无电、无食，而且天气阁真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咱针对战争上新的发展，大兴来请教林老师吼。即马战火离波兰敢若25公里，看起来罗西亚是咧压空吼，这敢是战火会拓开的足明确的信息？咱知影这个罗西亚最重要的就是要阻止这个外口来的军火的援助，吼，一旦到这个基辅，还是加这个乌克兰其他的城市，吼。所以伊开始并唔是讲要将这个战争拖去到这个波兰，还是其他这个东欧的其他国家。所以伊这种是较正确，就是讲有特别的目的，因为这个所在，伊攻击的这个所在，头先我咧讲到就是讲有这个外来的军事的援助的一寡武器伊这个所在，还有一寡这个外国的兵团，吼，伊也来组织，吼，所以咱看起这场的战争将近要20日啦，吼，但是有足侪谈判，吼，所以是军事甲谈判
啊，共款两条线都同时会进行。头先有讲到这个第4轮，这个第4轮其实是用这个这个 video 吼，这个视讯啊线顶吼来讨论，因为特别讲到要设立这个工作特别的小组啊，吼，啊，阮也有讲到讲是毋是爱安那去来调整吼，调整这个比如讲是协约。还是讲这个罗西亚来撤军哦，所以会使讲是足复杂吧，吼啊，军事甲这个谈判共款拢进行。是，啊，即摆讲要伫耶路撒冷来谈判吼，这看起来敢若有宗教甲信仰的意义吼。在老师看，搁来一摆，敢会有结果？最重要的这乌克兰伊无希望以这个罗西亚啊，以这个白俄罗斯。好，那无希望以这个乌克兰本身，吼，所以其他的国家以色列阮也知影，阮也希望会当来促成啦，吼。啊，这个乌克兰佮特别讲到讲以色列差不多47年要独立的时阵，这个乌克兰的一寡的人士也个是来帮助这个以色列来独立，吼，所以咱。看起这个外交的努力啊，吼，这外交努力就是讲，唔惊这个泽连斯基，吼，这个普丁，吼，这普廷，哦，因为共款有安尼讲到，伊希望会当来甲这个泽连斯基，会当来见面。这个是这个普廷对这个土耳其的总统来讲的，所以希望会当透过外交啊，虽然讲即马一个军事的战争一个。共款继续啊，不过这个外交的努力应该是会当从这个军事吼告一个段落。是，观众朋友，咱会使讲，罗西亚有明确的军事目标吼，较好去攻击平民啊。另外，咱嘛希望讲外交甲谈判的手路有效。过来，咱来请教陈老师吼，看起来这道的战争，罗西亚一直无取得因设想的目标吼，布丁得到的资讯敢有正确？以目前的这个战事的发展来看，吼，确实足侪诶国际媒体，吼包括西方世界的情报，吼，拢反映迄个普丁总统也好，还是迄个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这个参谋本部也好，吼，因整个的规划，吼，甲现实的这个发展，吼，有足大的一个距离，吼。这个互咱会想到讲吼，是毋是伊伫即个情报的部分吼，可能甲真正的状况吼是有一点落差的。这个落差吼，反映伫即个战术来看吼，本来希望讲，好比讲会使几工就会使结束，一礼拜就结束，但是看起来一礼拜、2礼拜，吼即马咱想搁要进入到第3礼拜，这时间愈拖愈久，表示你一开始的情报是。离这个事实的发展吼是失真，吼距离是愈远的。所以从为咱这2-3礼拜的发展来看吼，确实有影吼，咱会使感觉讲吼，普丁一开始的整个的战略规划，伊的这个吼参谋本部，和伊的这个资讯吼信息吼，我感觉应该有真大的这个落差伫咧，所以造成吼。俄罗斯伊伫即个军事的推进方面吼，确实有影造成足侪的挫折，吼死亡、伤亡，吼。所以我感觉即个部分吼，互咱有真大的一个警惕，就是讲吼，在你采取任何的行动之前，你的功课做了有充足无？你的情报，吼，你的部署，等等这部分吼，其实在战事一开始之前，可能爱做足完备的规划，吼努力。若无的话吼，迄战争安尼一聊落去吼，可能甲你事先所希望的规划，可能会完全无共款。所以即个的战争目前的发展吼，互咱安尼想着讲，3礼拜前还是1个月前吼，我感觉莫斯科伫即方面的即个整体的即个功课吼，可能做了。无够充足，无就是功课吼，做了向唔对的方向去啊。咱敢会使讲，伫独裁的国家，还是无法治的国家，较容易发生这款的状况？
这真歹讲啦吼。威权的国家也是独裁的国家，当然就是有一个强人，吼。啊，强人伊也讲，伊掌握的信息、情报，吼，啊，甲伊的整个的规划吼是较有影吼做正确的。啊，伊的部署啊，拟定的这个作战的方略啊，拢正确的话，我相信伊杀起来可能会真顺遂。是。但是有一点就是讲吼，情报的方面是咪讲有真正正确？啊，然后就是情报单位吼送互伊的资料吼，是会使讲伊想要听的，佮伊无想要听的，拢会使互伊看、互伊听，啊，互伊去做判断无。哦。啊是讲啊，伊是强人嘛吼，伊是独裁者。啊，我惊讲吼，我若讲歹听，伊无介意听吼，我会去互伊炒鱿鱼，还是去互处分。所以我着拣好听的，好听，拣好听的，逐讲。啊，这情报逐讲就讲啊。普丁总统，你安尼拍落去，绝对吼足顺势的，2天就会使解决，3天就会使吼占领这个 Kiev 吼这个基辅。这样来看吼，颠倒反打会造成这个总统也是这个决策者吼，在决策的时阵吼，造成真大的错误。是。但是民主国家吼，确实有一个优点，就是讲吼，基本上吼，除了总统。也是行政、军事这个部分以外，国会、吼民众、是啊媒体、是吼第四权等等有足侪的这个资讯吼，会使入来伫总统也是这个决策者的身上。是，所以决策者吼，无啥可能干那伊一个人，伊应该是拢是一个 team、一个 group。哦。啊，这个 team、这个 group 爱消化足大量的吼这个消息，是啊，然后分析，啊，然后做。判断，是，所以伊反映出来的意见吼，基本上应该会吼，理论上来讲，应该会比起这个威权国家吼，会使较正确吼，较接近这个现实。是，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吼，对这个民主国家来讲吼，民主国家的这个决策者伊若要做决定的时阵吼，这个方面对伊来讲，应该是有较正确的资讯的讯息吼，会使互伊来做判断。是。咱接续来请教林老师吼，即马国际上的话草拢咧讲，罗西亚较着急吼，因的手路愈来愈粗残。总是老师拄则讲，即马甲舰会吼探到离波兰较近的所在是明确的军事目标吼。在你看，即两种可能性，倒一种较悬？我是认为讲吼，伊是种必须有关系啊吼。是。这罗西亚过去差不多。20日内底吼，受到这个美国甲其他欧洲的国家这经济制裁。是。这经济制裁对这个罗西亚的人民众，还是对这个普丁四周围一寡这个较接近吼，一寡做生意人吼，都受到足大的影响。所以这个经济的制裁，唔是讲到即晚尔，佮继续。美国加这个欧洲的国家，佮继续吼来更加严格吼。比如讲，就是讲唔惊这个石油无进口，唔惊这个袂当来出口一寡这个对罗西亚的一寡物件吼。所以慢慢这个普丁阮也受到这个内部一寡压力啊吼。头先陈教授特别讲到这情报啊吼，我想讲。这个罗西亚来拍这个乌克兰，按照讲，伊有一个这个决策的团队啊。我想这个团队是足细，吼。这团队可能上细可能一个人到4个人，还是5个人到10个人，吼。可能抑个无到10个人，所以伊完全就是讲家己足强势，家己有信心，吼。想讲这个目标一定会达成，所以排除足者。这个外口来对伊的意见，所以咱会当看起来是讲，对罗西亚即马军事的进行，唔是讲真顺利，而且这个基辅，这个虽然即马是受到这个包围啊，不过这个是上大是乌克兰，伊有足个准备，咱会当知影这个城市战啊，伊可能原来是这种战争会赢还是袂赢一个
一个战争的场域啊。所以咱核炸拢是种忽略啊，将这个差不多火弹啊、炸弹啊，吼，将对方啊军事的目标摧毁，战争就结束。但是并不是安尼。所以对于罗西亚来讲，伊有哪有共款有这压力，对乌克兰来讲，伊呢希望这个战争会当紧来结束。是。好，观众朋友，咱看到吼，这个战争即马拖到大吼，乌克兰的抵抗是足军论哦，因主要拢是用轻型的武器。咱大声来看这个刺针飞弹吼，伊是用红外线甲紫外线来追踪空中的飞行器吼，这是美国雷神公司来生产。你见若吼刺针飞弹来锁定吼，你就真歹来躲闪吼。另外，咱看到有一个标啊飞弹。标啊飞弹伫 Iraq 的战场吼，攻击战车的效果真好，伊会当针对战车面顶的头壳挂的所在来甲攻击吼，而且伊这个发射的系统哦，有一个射后不理的机制吼，这会当保障操作人员的安全。另外，伊适合伫野地作战。加航舰的内底来使用，过来，咱看到有一个瑞典来的反战车的武器吼，伊敢若一公尺遐尼长哦，嘛较轻，一个人就会当操作，适合伫埋伏的作战哦。伊的发射的系统吼，甲攻击的模式，甲拄则讲的标啊飞弹有相像。即马乌克兰讲已经杀死11000个罗西亚的兵仔，罗西亚讲杀死2870个乌克兰兵仔吼，咱看到平民因为这场战争来死亡已经超过2000个，即马根据估计吼，已经1.5万人啊，因为这个战争来死失。即马咱大声来邀请全球防卫杂志陈国民防卫采访主任。咱来讲，这个刺针飞弹吼，伊是一个人吼，就在发射飞弹吼。为什么讲咱讲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就是讲这个刺针飞弹吼，咱差不多5万美金吼，5万美金，一台无人机3000万到4000万美金吼。你也想看嘛，一个飞弹若甲弹落来吼，5万块米啊，会使弹了3、4千万无人机。这就是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哦，刺针这飞弹吼，就有趣味哦，就刺针飞弹，我摕起来，摕起来了，弹出去了，伊个飞出时阵，伊袂喷火，伊喷过差不多28公尺，开始点火，安尼咱话句实来讲咱弹飞弹出去，伊袂伤到家己，伊28公尺了，较点火，点火去弹无人机，这是伊个操作的理念是安尼吼。这个飞弹的射程吼，差不多5公里，讲差不多5公里左右吼。那5公里的射程吼，对直升机来讲吼，较有危险。你若讲对喷射战机吼，迄个较无危险。毋过吼，嘛是有可能甲弹落来吼。那刺针飞弹吼，特别阿富汗战争的时阵吼，根据迄种美国的统计吼，大概用刺针飞弹，阿富汗的反抗军吼，用刺针飞弹吼，甲迄苏联的不管是喷射机还是直升机哦，弹落来差不多250只左右吼。迄当阵呢有人讲吼，就是因为美国提供这阿富汗的反抗军这刺针飞弹或许是苏联退出这个阿富汗的战场这是一个概要咱刺针飞弹，咱国有无？有，咱有，咱嘛有2个人发射的叫 DMS 的系统所以刺针飞弹咱嘛有。咱第二来看标啊飞弹标啊飞弹是讲对抗战车咱标啊飞弹咱一般来讲战车咱的反战车飞弹对战车来讲战车出现我看一个飞弹弹出去这是第一种的攻击方式。标啊飞弹足趣味的讲咱会使用飞弹甲牵这个飞弹嘛会使飞去你顶悬，搁甲迄战车顶悬的卡么挂甲击毁所以咱来看这标飞弹足趣味的讲伊敢嘛会使安尼弹嘛会使把飞弹弹出去，搁会使安尼弹咱安尼讲啦标飞弹足好用的搁第特色伊讲伊后壁伊个火焰足少的伊个喷的火焰较少你就较袂去伤到咱的友军友军了后即个火焰较少其实咱的侦察兵伫2个侦察兵嘛较看袂到，看袂到咱伊就无法度用
请甲咱拍吼，这是比较飞弹的特色吼。那射后不利，射后不利就是讲，来，我这飞弹抓出了吼，伊这飞弹内底足巧的，就甲伊对中吼，我弹了啊，可能吼正车会甲我反击嘛，我就紧走吼，这就叫射后不利吼。这是甲一组，啊，若比如讲我这一组，啊伊遐一组，伊遐搁一组，啊咱三个吼。我拢知影，这正车要按倒位来，咱三个拢甲弹出去，吼，这个命中率搁较悬，吼，这是比较飞弹的特色，吼。这咱国军有无？国军有啊，奈无，咱伫保利山咧拍联勇的操演，拢冇伫看到，吼，伊进训的单位无共款，不过咱有，吼，啊，这个 NLAW 吼，这是英文的缩写啦，这就咱莫讲，啊，这个飞弹吼较短咯，伊讲会使吼，互你甲我吼，比个啊咱的建筑的边啊，吼，咱拢倒啊，无要紧。咱比个遐啊，比个草坡啊，吼，比个倒位，咱大除了，嘛会使甲迄敌人的战车甲牵去，吼，嘛会使对抗伊个驾车拢会使用。所以不管吼是标飞弹，还是讲 NLW 吼，其实吼即马乌克兰吼即马接收差不多17000具的迄种即个反战车飞弹甲武器，所以咱来总的来讲啦，乌克兰应该会使挡会到。即个俄罗斯的侵略是问一个好奇的问题，咱伫电影内底拢有看到，迄战斗机吼，若去互锁定吼，伊家己会知影。啊，即马若是战斗机去互亲像刺针飞弹即款的武器锁定，伊敢会知？嘛是会知影，就是讲咱有看战斗机哦，咱看迄基地开放表演，有当时战斗机弹，迄叫热焰弹吼，迄就是讲啊，咱有刺针飞弹甲标定啊，弹出了啊吼，战斗机啪，吼，热焰弹放出来，吼，可能会使弹袂着，可能嘛弹会着吼，这无一定吼。啊，不过咱来讲，敌人的战斗机若拄着迄刺针飞弹吼，伊就袂使吼去弄伊咧家己的任务吼，比如伊本来要甲咱牵炸弹，拄着咱刺针飞弹，伊可能就走去啊吼。伊躲闪。对，咱是咱甲拢讲甲即只狗炮走就好啊，无一定爱开来，咱个炮走，吼，卖互去执行任务，就会使。是，咱请教陈老师吼，拄则讲到这个罗西亚吼，伫这个城市战内底踢着铁棒，伊无法度控制乌克兰的城市。战略来讲吼，若是要控制一个大范围的区域，亲像乌克兰是欧洲第2大的国家吼，安尼罗西亚偌少军力才有够咧？偌这军力吼，目前来看，当然无一个确定的即个答案啦吼。但是会使讲的，应该就是爱比伊伫发动战争之前所部署的即个13至15万的即个兵力吼，应该搁爱增加。是。啊，即马目前根据最新的报道吼，罗西亚的战车损失大概我有280几台左右。是。所以以即个战果来看吼，伊可能还他爱去准备搁较侪口度，真正来占领吼迄个乌克兰，包括伊的首都啊，包括其他的即个都市。所以那安尼，咱当然是有点仔事后诸葛啦吼。但是你以目前的即个战况来看的话吼，伊一开始的时阵可能吼准备了还阁无够，吼，可能爱搁较侪的即个战车搁士兵。是，咱来请教林老师吼，咱伫这个国际上战争的规则啊，若是兵民武装起来，就会当做军人来处理吼。不过咱看到乌克兰即马用全民皆兵吼，城市内底拢是人伫处理罗西亚的军队，啊，伫新闻内底看到讲罗西亚有攻击平民，这敢是因为这款的原因？这个战争是会使讲战争无目睭啊，吼。是啊。伊所攻击的吼，毋惊这军事，然后有一寡这个军事设施四周围的一寡建筑物，吼，咱阮也有看到，就是讲这个连这个核电厂，咱共款受到这个攻击，吼。不过对乌克兰来讲，安怎来保护伊的首都，这是伊上强的所在。是，那就伊家己的国土内底。家己的城市内底，家己的首都内底，伊这个地形啊，这个完全拢会当做了解。所以人讲是这个罗西亚要将这个基辅这个首都完全都要占领，我讲伊一定受到足大的损失啦，吼。但是这个所以这罗西亚阮也知影，这
应该是到上个一个所在，这所在就是讲有足多准备。是。这个物件是这个陆西亚有这个优势啊，这个乌克兰阮有家己的优势，所以伊爱准备足济，准备足济，佫不一定拍会赢，所以就是讲咱头前有讲到，就是像陆西亚这个总统这个普廷，阮也共款有想讲要紧来结束这个战争，所以这个战争是毋是会当紧来止煞？毋惊对这两个国家，对欧洲、对美国、对咱台湾、对其他国家都有这个好处啊！吼，咱敢会使讲乌克兰家己政府无放弃，这个战争都无算讲真正输去。较像有影就是讲吼，这个首都有可能被占领啦，吼但是伊的抵抗的心，伊的人民要抵抗，吼要来放弃，这个就会怎安尼讲？就是讲阮也是无投降，安尼讲无投降，就当来延续这个战争。延续这个战争就是讲，互这个陆西亚无法度来赢到这个战争。所以即个就是讲到这个普丁，我感觉伊是有点仔失算，吼，失算就是讲上过高估家己的能力，低估这个乌克兰会当抵抗这个团结的这个力量。是。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最近有一个美国的记者伫乌克兰受到杀害吼，伊这个名叫做 Ronald， 是51岁，伊捌伫 HBO 甲 Vice News 制作电影，另外伊嘛替 New York Times 来写稿。伊捌用 Chicago 的学校来拍一个纪录片，嘛有得奖哦。就是昨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附近吼，互罗西亚的兵仔来杀害，伊是头一个伫这个战争内底来身亡的记者。即几冬有几个记者吼真出名，伫战争内底来失去性命吼。头一个是去年有一个印度的记者叫做 Sedky， 伊38岁时阵死亡。伊捌报道这个缅甸的罗兴亚的难民危机吼，得到2018年的普利兹奖。伊是伫去年伫阿富汗甲巴基斯坦的边境吼，受到塔利班的杀害。另外，咱看到2018年的时阵，有一个发新社驻阿富汗记者摄影中心的主任叫做马来吼，伊是伫阿富汗首都拄到自杀的炸弹的攻击。另外，迄个当中嘛有9个另外的记者来身亡哦。去年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吼，全球关押的记者拢共488个人，死亡的记者有45个人，可能因为这个战争吼，会来互记者死亡的人数更较增加。咱来请教陈老师吼，这个美国的记者去互罗西亚的军人抬死吼，这敢是会成做一个外交的危机咧？我感觉伊的这个严重性吼，可能也甲无讲真正的这个美国甲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外交危机啦，吼。那像咱头拄仔林正义教授所讲的吼，这战争无目睭。记者吼，伊当然记者有一个本身的天职，就是爱报道真相。要报道真相，伊可能爱比第一线的士兵吼，爱搁较徛伫头前，还是爱甲第一线的士兵吼，徛做伙去看现场的实际状况是安怎。所以吼，较想影足危险的。所以我倒不认为吼，伊会造成讲是迄个华盛顿甲莫斯科之间的这个外交危机。但是观众朋友吼，反倒会使小可注意到，就是差不多我一礼拜前，美国迄个女子 NBA 的一个迄个球星吼，伊伫俄罗斯通关的时阵吼，去俄罗斯炸落来，讲伊有炸迄个大麻。这伫俄罗斯来讲，嘛是一个迄个违法的这个行为。但是呢，伊是一个球星，吼，伫迄个女子迄个 NBA 内底，我是真有名的一个迄个球员。所以即马就较麻烦吼，会造成美国就是讲，假使即个球员伊若是去互俄罗斯变做是临职的话吼，这对美国来讲吼，可能莫斯科会使利用这点吼。
对华盛顿吼来做些一寡迄个negotiate 吼一寡谈判的条件，也是甲你吼讲其他的遮的迄个代志吼。所以这点可能会造成美国甲俄罗斯之间吼外交上的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这点颠倒是较互咱会使吼。后壁会使继续来观察的一件事件。是，这但得咱来注意吼，咱来请教陈主任吼，就你的了解吼，这个战地记者吼，承受什么款的压力甲危险呢？咱来讲啊，这战地记者吼，其实危险性吼，较比咱来讲，对咱来讲较大吼。啊，你若讲要去吼灾区啊，是讲政区吼采访的记者吼，伊的危险性更较大吼。那基本上哈，不管是哦波斯湾战争，还是讲到即马咱有记者哦，咱台湾有记者吼去波兰吼，去波兰采访相关的战术吼。是。你要去的进前吼，咱即马是莫讲新冠肺炎，咱莫讲肺炎吼。你要去进前吼，歹势吼，恁公司吼，比如电视公司哦，可能爱帮你准备保险，啊，把你高不离三种啊，真正是阵亡，也是讲拍死吼。啊，你爱赔恁厝哦，这正常保险。第二点讲，你要去战区哦，你爱穿个防弹背心。啊，你是讲爱头盔卖无？这种爱吼电视公司来准备，也是讲吼，你要去到当地，也是甲迄乌克兰招，哦，这嘛是会使。啊，人要招你也无爱招你，这无一定吼。所以，一般是来讲吼，你爱讲防弹背心，吼，头壳面啊，哦，保护，拢爱先保护。啊，第二点讲，你要去战区，啊，你战区，咱即摆看迄俄罗斯啊，甲迄乌克兰咧城市啊，拍较密密麻麻，啊，密密麻麻是无电无水，吼。啊，咱即摆要去采访，啊！你水诶，咱即摆水，迄水毋是讲你涂骹水，毋是哦，同好是吼，你迄瓶装水，较清气嘛，吼。咱一工爱食几罐，吼，你有穿有够无？啊，第二点哦，啊，咱有水通食也无要紧，咱较来讲，啊，咱看有食诶物啊，吼，有当时啊，你使去当地吼去遐买，啊，有当时买无买，所以你要去吼，政区也去灾区进前吼，啊，袂得去进前，你可能爱甲这样准备好，啊，准备好，你也可能爱基本上啦吼，欧洲地区吼，拢足快，所以你可能爱租车。啊，你租车你袂使租咱的汽车嘞，你爱租迄4轮的越野车。哦。越野车你讲老来叫弄甲密密麻麻，叫开单轻甲密密麻麻，你要弄咱汽车去行，袂使嘛。所以你爱4轮传动的车，吼，你先爱准备好。啊，准备了好了吼，咱是要去翕相，还是要咩啊？要翕相拢无要紧。嘿，啊，你翕票啊拢拍好啊。啊！你要传转来，或者还是讲你要用卫生，还是讲要去甲别人小挖者吼，这拢爱先考虑好。啊，考虑好，这较代表讲啊，你这间公司哦，真正讲要派人去哦，派准备去，啊，毋知是安全无？讲歹听，啊，你拢无准备，我哪要去甲你战地去采访？我战地有危险吗？我向拍是要安怎吼？我有某囝还是讲啥？啊，你也无交通工具好啊，迄拢爱处理好。啊，处理好了吼，咱就要讲啊，你。战争是无情无毋对吼，咱为什么记者要冲第一头前哦？虽然讲咱有点仔记会使翕照远的，啊，毋过嘛是拢爱冲喺头前啊！啊，冲喺头前，讲歹听，我罗斯啊，还是讲我既然我管你到底是啥嘛？咱是黄种人呢，咱头毛毛啊，所以伊会惊吓。啊，第二点讲，咱中国的记者不，中国的关系吼，甲罗斯啊吼，甲乌克兰拢足复杂。啊，咱嘛是乌头毛啊！咱讲歹听，咱的记者嘛去哦，其实爱考虑一点，这点嘛考虑好嘛。啊，电视台嘛准备好，我就感觉讲，哦，你会使去，啊，若无你就莫去。啊，咱看到 CNN 的主播北头毛 Anderson Cooper， 即马去到乌克兰哦，迄是 CNN 的头牌的这个主播吼，是安怎遮危险的代志，因会派因的招牌去阵地。这毋是讲咱讲崇洋媚外，是讲先吼，伊确实吼，伊这老白的吼，所以伊若去政区吼，讲较歹听。交战的双方吼，不管是罗斯啊吼，乌克兰，拢会小可较尊重。哦，小可尊重讲啊，你基本上啊，你今仔日来拍基辅的啊西北边，哦，咱就先卖拍，啊，伊要去就先卖啊。所以这种老白记者去哦，有小可吼伊的贺主的作用。我是感觉大家拢应该去。啊，你讲为什么讲遐老白记者啊，佫要冲甲少年仔冲第一线？我讲好歹听，这就是新闻的魂呐，吼，新闻的灵魂就是安尼讲。你若有代志，你就淡遐哦。啊，你讲咱拄仔讲的吼，不管是你食的、穿的还是用的，迄拢是后线。啊，你若有记者要冲啊，新闻发生伫遐，你著记者本来就是遐遐，这是伊的天职啦。啊，讲歹，咱的天职讲歹听，其实就忝的，就忝的。讲歹，咱钱趁不，真正趁无偌济啊。啊，趁无济，比如说啊，咱这兴趣啊，是讲治疗的观点哦，咱新闻伫倒位，咱就冲去倒位，安尼就对了啊。是，咱请教陈老师吼，咱看到
中国的电视台记者竟然是对罗西亚的军队去采访吼，这敢会伫国际上留一个歹探听？当然啦吼，我感觉这是整个吼迄个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吼过程当中内底的一个部分尔。啊，伊整个就是你会使看到，就是吼北京吼中国伊基本上吼也是较徛伫即个莫斯科吼俄罗斯这边。是。虽虽然迄个基辅乌克兰过去吼也是我中国做马子的朋友，但是即届的即个战术看起来吼，北京是较徛伫莫斯科这边。吼。所以不管你伫外交的即个折冲来看吼，中国变做有点仔。咩讲足尴尬的吼，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拢是伊的吼足重要的朋友吼，啊，但是两个咧冤家的时阵，咧相拍的时阵，伊煞颠到较歪吼一边。是。啊，但是另外一边乌克兰伊提供足侪武器吼，包括咱所知影即个辽宁号是为乌克兰来。是。所以这对中国来讲吼，其实伊要处理即件外交的即个代志吼，其实我无介好处理。但是咱会使看起来吼，伫即个冬季奥运一开始之前吼，普丁就去到北京，甲习近平有一个有一个默契，啊有一个共同的声明，因两个大概就是我做伙啊。所以事后的整个的发展吼，我感觉咱大概我会使理解就是吼，中国基本上伊就是较徛伫俄罗斯这边，吼，所以不管伊即个俄罗斯拄着经济制裁的时阵吼，中国就提供伊较侪的即个吼资源来协助，吼来弥补吼西方国际对伊的制裁。啊，那即个吼你讲战场的即个记者的部分吼，来迄个中国的记者来对迄个俄军吼来进行采访，我感觉这嘛是会使理解，是吼。所以这部分来看，我是感觉整个的战术吼，确实影中国吼是较徛伫即个俄罗斯这边的。是。观众朋友，咱看到乌克兰的战争吼，都会想到咱台湾家己吼，有个人讲，今仔日的乌克兰就可能会是明仔载的台湾。咱节目一直在讲乌克兰甲台湾吼，这个关系地理上、国际战略吼拢无共。咱即马来看伊的政策吼，咱看到地理上乌克兰的这个领土甲罗西亚吼是有交接啦。啊，台湾甲中国中有一个台湾海峡吼，这是头一个无共款。伫国际合作的部署面顶吼，欧美甲北约是提供乌克兰武器啊、乌援金钱啊，接纳伊的这个难民吼。啊，不过对台湾来讲，美国有国际舰队来巡防吼，而且有卖台湾武器，阁有提供军事的咨询。啊，咱阁看到国际制裁方面吼，美国是用调集这个网红吼，反制罗西亚的假信息；日本是取消罗西亚这个做会国的资格；英国是制裁罗西亚的国会议员；澳洲停止进口罗西亚的石油，甲下架罗西亚的酒类；欧盟是谴责罗西亚来。这个掠这个乌克兰的市长吼，法国是锁定部长的好朋友来制裁。总是这个部署，咱若看台湾就无共款哦。主要是军事方面，美国跟台湾有台湾关系法，嘛有6项保证。另外，因的印太战略内底有讲到台湾。咱看到日本前首相阿贝，伊讲台湾出代志，就是日本出代志哦。英国首相强生甲德国外交部拢讲中国的军机来扰乱台湾的领空吼，是伫违反区域和平甲稳定哦。澳洲的总理莫里森讲，中国若是武装攻击台湾吼，因会履行对美国甲盟友的约束。咱来请教林老师，这个政策敢有影？敢是这款的政策？另外，伫国际上，咱台湾甲乌克兰甲美国的关系？上主要是啥物款的无共？这第一点哦，就是讲有这个台湾的海峡啊，吼。是。伊这台湾的海峡，对于咱来讲就是讲是足重要，吼。因为这个战争还未发生以前，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吼，还是以及日本，吼，都有可能派出因的海军呐，是。吼，的舰队来到台湾这附近。是。这个是这个乌克兰。我都来
无法度有诶条件了对。所以咱台湾较早1950年代啊，即个蒋介石吼，伊即金门还是马祖，即美军都有来参与吼。啊，伊即个1990年、95、96吼，原来是即克林顿总统，原来派即个航空母舰来到台湾这附近，所以就是讲，以这个战争还未开始以前，咱知影就是讲中国第一爱考虑的，吼是这个美国甲其他国家的这个反应。我咧想，这个反应是绝对都有可能，吼。平常时咱每一档这个汉光演习，美军的军事的顾问都来到这个台湾。无可能讲，以这个战争啊，即危机的时阵啊，因都完全无来出现，吼。是。而且就是讲到吼，因为有这个台湾的关系法，这个原来是乌克兰所无的，吼。伊这台湾关系法，1979年，吼，就已经到今仔日，吼，差不多30-40档啊，吼。咱看起来就讲，美国唔惊提供这个武器予这个台湾，原来协助台湾。会训练，这个训练唔仅于台湾，而且也个以这个美国吼，咱的这个 F-16，这个战机的飞行员都是足侪都以美国来接受这个训练吼，所以台湾甲乌克兰来比吼，就是讲有无多比的所在啊，还是讲也个唔知影安那去比的所在，比如讲咱台湾本身咱的国民哦。是毋是有战大，像这乌克兰共款，对这陆西亚来，这个决心，这个爱有足侪的气焰吼。啊，但是讲到即摆来讲，就是讲台湾对美国对日本，尤其对日本，这种是足重要。就是讲以这个北京，伊即届看到乌克兰甲这个罗西亚战争，我想讲伊对台湾诶上定啦，吼，伊想象可能无讲这简单啦，吼，那个是毋是会改变这个习近平，还是改变这北京对台湾一寡的做法，吼？啊，知影讲这个军事还是武力，吼，会攻击，毋是讲所想象这简单，而且其他国家是都有可能来干预。是，咱来请教陈主任吼，咱台湾甲中国中吼，林老师讲有一个台湾海峡吼，那军事角度来看，有这个海峡对咱的优势是啥？咱台湾的国军会使做啥物代志来对抗中国的这个上陆的军事活动？咱拢安尼讲啦，比如罗西亚吼，甲迄个乌克兰吼，要甲接来吼，有人讲啊，今日吼，乌克兰啊，明仔载台湾吼。咱安尼讲啦，乌克兰是甲罗西亚吼，伊相拍是陆军，吼陆军的比的啥？战车、战斗车、装甲车，吼部队的人数。啊，毋过呢，咱台湾甲中国，吼，咱比的啥？海军甲空军，吼，咱中有一个台湾海峡。那台湾海峡其实大家拢讲过啊，讲若不迄国不离三种吼，中国要甲咱拍，吼，伊可能爱先出动伊的空军，吼，甲海军，吼，先甲咱的海军啊、空军的。咱空军的战斗机，也是讲海军的军舰吼，拢甲拍甲密密麻麻了，到尾啊，吼，伊会出动伊的2栖的登陆部队，吼，慢慢啊，甲咱登陆咱台湾，吼，这是咱的想法，吼。啊，第二点是讲，有可能吼，用一大堆的飞弹吼，甲咱牵，吼，甲咱牵，不管是港口、机场，还是讲台北市，吼，还是讲重要的经济命脉，拢甲你牵到煞，吼。咱来讲好歹听，咱咧面对中国吼，可能吼，先面对伊的飞弹牵过来。第二点，海空军比咱较济吼。咱其实咱嘛有做防备吼，咱有迄个咱的爱国者3型飞弹吼，天宫吼3型飞弹、2型飞弹拢有吼。咱的空军甲海军实力嘛袂歹啊吼。咱虽然讲吼，咱的海军的舰队的军舰的数目吼，还是讲咱的空军的战斗机的数目吼，甲中国比起来，当然是差一济。啊，毋过吼。咱阁有迄个材料吼，先甲伊第一步的攻击，吼，先甲动来，吼，先甲动来，咱动愈久吼，像即个乌克兰共款，本来是罗西亚讲我2工落摆攻来，无即摆敢2礼拜，2礼拜要甲20工啊，不止哦，要甲20工啊，所以动愈久来讲吼，其实对咱来讲嘛是有利的，有利的讲咱反射一下日后吼，日后中国若要甲咱拍，
咱若挡愈久，国际后援会更较济嘛。所以我感觉讲吼，咱的虽然讲面对吼中国迄强大吼海军甲空军吼，啊，毋过咱的空军甲海军的咱的实力嘛袂歹啊，吼，咱会使挡到伊第一届攻击，第二届攻击，那只要到尾吼来等待外国的援助，安尼就好啊。是，咱请教陈老师吼，伫即摆战争内底，罗西亚无法度甲乌克兰夹落来吼，这个战术吼，对中国可能有啥物款的信息，互因看到？对，我感觉吼，大家咧讲吼，即个今日的乌克兰吼，就是明日的即个台湾吼，当然咱无希望即个状况来发生吼。那重要就是讲对台湾来讲，包括对美国、对西方世界嘛是共款，就是今日的乌克兰、互西方、互美国、互台湾有啥物的功课，会使咱为即个当中来学习的，吼。啊，整个的战术来看吼，较像影，伊俄罗斯吼，伊推进了无顺势嘛吼。所以我感觉对北京来讲吼，伊嘛会想讲，那今日的俄罗斯敢会变做我明日的中国？哦，当然为北京的角度，我相信伊无希望讲今日的俄罗斯的状况变做我明仔所要拄到的这个情形嘛吼。所以目前俄罗斯所拄到的这个挫折，吼，也是目前看起来的这个无顺势，也是某种程度的失败吼。我相信吼，北京一定会吼。重新计算，吼，重新来考虑讲，那假使我要拍台湾的时阵，吼，代价是啥？代价是安怎？状况敢真是会使讲像我所设想的，遐尼理想，遐尼顺势。啊，若无法度的话，我是毋是爱另外加码，还是爱另外重新计算？吼，啊，我感觉吼，这个部分吼，哪来济工的话吼，我相信会互北京吼，伊重新去思考，吼计算的即个思考吼，会愈来愈济。是。吼，所以我是感觉基本上来讲吼，应该会拖着伊吼。那假使讲，咱毋知影讲习近平的桌仔顶是毋是真正有讲一个攻台的计划？哦。啊，伊的日子是压伫时间表，还是伊的日子是压伫对一天？吼，但是咱若假定伊可能有，但是咱毋知吼，迄个确定的迄天是对一天。但是目前的发展来看吼，应该会互伊迄天慢慢向后壁来拖刷，来延迟。啊，即个状况，即个观察是成立的话，我感觉对台湾也好，对美国、对西方世界来讲嘛好，应该是一个正面的。吼，就是咱会使争取一寡时间。吼，重新来准备，吼啊！另外，我感觉咱继续为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经验内底，咱来汲取，咱会使得到什么的教训，也是功课。吼，当然，我嘛希望就是讲北京吼，会使为着这件代志吼，伊会使重新思考，但伊这个规划，伊的这个计划吼，无限期的往后吼拖延，乃至于取消伊这个计划，我感觉这是咱吼较希望会使看到的。是，设使中国攻击台湾吼，咱家己嘛就要会使来保卫家己吼，这嘛是咱教育调级的原因。咱来看即马新制甲旧制教育调级的政策，伫旧制啦，天数是5天到7天，新制是14天，伫旧制2天一摆，啊新制是1天一摆吼。伫这个调级的人员面顶的原则吼，是后退先用8天来退伍优先来调级吼，军事官会当选12天来退伍的人员哦。伫新制内底共款优先来调级8天来退伍的人员。伫人数面顶吼，旧制是逐天12万人，新制逐天26万人。伫训练内容面顶，旧制这个射击的训练12点钟，剑道教练12点钟，这有班剑道教练嘛有排剑道教练哦。新制内底，射击训练是28点钟，剑道教练是56点钟吼，包括缩赢啦、班攻击啊，甲
工事的建筑啊、急救、甲地形地物的利用啊、障碍物的破坏、甲通过，以及战斗期间各种状况的处理吼。啊，每一工的薪资咧，具体兵仔是700块，士官啊800块，军官900块吼。即马薪资是兵仔1050，士官1200，军官是1350吼，这是1.29、1.5倍。除役的年岁来看吼，具体义务役是36岁，志愿役是45岁。即马薪资还未决定，咱大省来请教陈主任吼，这个主要上大的政策意义是啥咧？咱伫讨论讲薪资啊、具体进程，咱先看一个新闻，讲今年1月1号，有一个机关成立，伊叫全民防卫动员署，伊的意思是讲你成立这个动员署了吼，伊的爱的物仔较济，伊的遐个协调，而且伊争取资源拢较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咱来讨论讲新的甲旧的有啥物差别哦？新的甲旧的有啥物差？第一点是讲你去的天数变较济，本来是5天甲7天，即马变2礼拜。2礼拜即摆要创啥呢？讲歹听吼，咱第一天吼，咱有经验的，咱的民众拢知。第一天报道啊，领衫，领装备领衫，领装备领衫。第二天吼，甲你分清。第三天吼，真正互你实弹射击。第四天你搁来保养。第5天你又要转去啊。讲歹听，古早的时阵旧制吼，可能你要实弹射击的机会足少。即摆2礼拜，2礼拜。伊即摆有一个特点嘛，讲你实弹射击的物啊变较侪哦，不管是步枪、机枪，还是讲迫击炮，拢会伊的实弹设计和发数拢增加，这是第一点为什么爱增加呢？讲有为物啊你若无实做你咱谈遮讲讲到喙角拢全部拢无效，你要拖出去拍枪拍枪拍炮，拢讲较白讲拍枪拍炮，你拍几摆啊，你就会晓嘛你讲歹听咱枪支啊，枪若拍好咱等下靠来保养嘛，这就是咱大家做功课的所在嘛。你讲古早的时阵，你第3天去拍枪，讲第5天你就要改招啊，所以就无效啊。所以第一点是讲你天数增加这个就做完的伊的射击机会较济伊会较勇敢。第二点讲，咱来看伊的课程，伊的课程讲伊会行军呐咱即摆看行军呐，还是讲将无物的破坏通过这拢是做实的嘛，做实的，咱古早咱去教招了，有当时咱有一个课程上迄室内课，你上这实在课程要创啥？所以讲歹呢，这两届新的甲旧的差别讲伊实的做较济实的做较济当然啦，伊会面对足大的困难咱有看咱看新闻小可共军车共 A 掉啊啥迄种过不离散，迄种无要紧，迄种无要紧，我迄种无要紧。毋过咱即摆第一年算讲。第一届的改变第一届的改变讲较歹听，伊拄着的困难绝对是较济。毋过咱拄着无要紧后年也是讲咱后半年咱搁来解决。我是感觉这会使提升咱的责任。是，即马情势较紧张有声音讲这个疫期都爱增加对4个月爱增加到一冬总统府讲伊有听到嘛咧考虑请教陈老师这个疫期增加对各方上的意义是啥？我感觉对各方上的意义，当然就是来强化补实咱台湾的各方任何的这个缺角啦是。当然，像咱有这个缺角，就是普遍，不管是咱台湾家己本身的这个评估国际媒体包括美国嘛是有这个声音，就是讲，台湾当初打这个。义务役征兵来促销，也是做这尔啊大的这个缩短其实是一个足大的错误好若是安尼的话，你讲无战术的威胁，那会足罢了。但是即马真正可能有这个战争的威胁的时阵，难道咱无思考讲，大伊搁搭增加倒来吗？所以我感觉增加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啦但是过来增加，要增加到偌济？好比讲要增加，有人讲9个月，有人讲1冬，还是1冬较加？我感觉这会使去讨论所以即马优先就是讲，你的方向会使抓着正确的方向无？那抓着正确的方向，咱过来讨论讲，应该爱来来杀到什么款的程度？敢会使讲增加嘛是一款表达
保卫家己决心的这个信心。当然嘛是啊，好，所以我感觉真可取的就是讲最近的一寡民意调查吼，咱台湾的少年囡仔吼，年轻一辈的这个年轻世代吼，因颠倒无感觉讲啊，迄是讲哦，拢以为士官兵的代志，也是讲其他人的代志。因若讲要增加迄个义气的话，伊嘛是去赞成的。当然啦吼，这是伫网络键盘上的欢迎啦吼。但是咱希望讲真正落实落来的时阵吼，台湾的年轻世代少年囡仔，确实我为着吼咱家己的土地吼，愿意徛出来，我感觉这是真可取，嘛是真期待。所以我希望就是讲吼，有影乌克兰的经验，互咱感觉讲吼，应该是走向全民国防吼。所以唔嘛干那讲哦退役的，也是讲义务役的，唔是讲干那少年囡仔，其实吼包括咱女性的同胞。伊嘛是做者有这个意愿，有意愿要教育调级，好比讲会使做这个救助、救护，吼，也是这个后勤的这个吼运送，吼，也是补给品的这个公司来讲的话，我感觉这其实嘛会使互咱吼来考虑。